鱼哦，透早出门是过数，为怎样生理做拢无？人客我老阿婆来哟，咸鱼啊！规日生理做拢无，想着真烦恼，予阮心焦躁。咸鱼哦，规日当咧四界五，生理做拢无。虽然阮卖鱼的身臭粗，毋过做生理真公道，凊头免惊无，利润掠真薄。阮的鱼又搁真可靠，气味香搁好，为怎样招恁大家买头摇手也摇？互我想着心焦躁，看破摸过来去洗毛发，咸鱼哦，臭香的，咸鱼哦，臭香的。我知啦，伫当时啊，生理做拢无，就是去拄到迄个卖草笑的。咱一个话讲咸鱼哦，伊才缀后壁，甲你话讲迄个臭笑的，互人听做是我的咸鱼臭笑，较价我嘛卖无。喂，卖草笑的啦，拜托的好，你伫画草笑，毋着画一个较明的，毋通甲我画对臭笑去。都无法度啦！我自细汉就厌恶，病母是食的啦。我就喊臭烧，臭烧就臭烧，较喊嘛臭烧，我无法度啦。安尼好，卖鱼的去拄着厌恶的咧卖草烧，较加嘛，互人头摇手也摇。今日生理做拢无，害阮来规日忍饿，臭笑啊搁对阮做卖鱼的去拄着厌恶咧卖臭笑，较加嘛卖拢无，予阮心焦躁。咸鱼哦，臭香的，咸鱼哦，臭香的，咸鱼哦。